不见无咧。鬼总鬼，是真实的啦！我明明看到鬼呢。王经理，你也看到鬼？是啦，娘娘是一个查某鬼，头毛三面也台湾哭，迄声音足凄凉的，足惊人的。迄个鬼伫什么所在？伫偏宫的皇帝。小妹，你虽然是死在九泉地下，杨姑你已经尽了忠义了，请你原谅母英，误把我为你安息灵位，早唔甲你烧香，才会互你变成一个孤魂野鬼。母英只敢会等着3更半暝，偷偷来这个所在甲你祭拜，求你在天之灵，庇佑娘娘，伊的双眼早日恢复光明。小妹，你有听到无？你一定要庇佑娘娘的双眼重见光明。规体红空，什么呀？什么人？严打出来行！什么人也敢唔说出来？是御松观，
你3更半暝来遮假鬼惊人，是啥物企图？我并无假鬼吓惊人，也若无你来遮创啥？我是来甲李娘娘烧香。啥物人叫你来甲烧香呢？是我家己来。你大世间活了你现仙啊是？小慧啊，你出来食了，咱来食药啊。行好。好，伊也来食。来。来，大嫂啊，互你安尼无闲干呢，着换我咧炒，无安尼啦，囡仔互我抱好无？唔免啦。我即摆爱就好势好势，等你紧食药啊吼。多谢。哎呦，唔免说多谢啦。你最近身体感觉安怎？有较好势无？好真济啊啦，一年来，互你安尼照顾，厝稳厝定，我毋知都爱等到伫当时。才会当报答你。哎呦，你哪通安尼讲啦？阮人仔某奉侍你，这嘛是应该的，对无？啊，你会好较要紧啦，哪通讲稳着？阮大嫂，我的病已经好啊，毋免搁再食药啊。我
阮主人的意思是安尼啦，伊讲看会当将你的目睭紧医好好，互你会当重见光明袂？这是无可能，莫非这是命中注定？你甲伊总管讲叫伊毋免搁再费心啊！哎呀，老爷，大姐，哎呦，他拄好一个讲是洪江来的经理来甲我讲，你讲什么咱主人啦，漳州的碧云江，啊去撞到一个叫做过怀，啊，我家己也去抬。经理嘛，甲我讲是安尼啦，讲昨暝3更半暝哦，阮主人啊讲走碧云江，啊去甲李娘娘烧香，去冒犯到过总管，毋知家己爱杀的。李总管，老爷，啊，咱即摆主人已经死啊，啊，咱要安怎？咱主人死，咱倒遮也无路用啊！我想讲，安尼啦，咱赶紧转来去咱的故乡荆州啦。代志到遮来，只好是安尼啊。不过，秋香云要安怎？阮大哥，阮大嫂，你做你去，免插我。无咯，免哪会用你安尼？现在你又搁是青面呢，你也无亲无戚，也无依无靠，伊搁是阮主人的温情人，阮哪会用你甲你放咧？是讲小妇人啊，你若无去也无安尼啦，你甲阮斗阵来去郑州啦。是啦，啊，阮兜散猛散吼，3顿暗暝啊也会倒伫，有法度通饲你啦。我是一个切妹啦，强行会去连累你。哎呦，你讲啥物连累咧？你是阮主人的温情人，算起来嘛，敢若阮的主人同款。阮两个阿某奉待你，这是应该的啊。都对，是讲你若是无去也无，无安尼啦，你就较委屈咧，甲阮斗阵来去受苦啦吼。大哥，阮大嫂，你对我这么啊好，我毋知要安怎样来感激。莫安尼讲，咱赶紧款一款物件，明仔菜透早就好来走。好啦，啊，无咱进来看物件吼，你遐坐坐。你遐坐吼。李总管，娘娘，顶几暗王强林咧讲这所在什么有鬼，我想一定是义中无毋对啦。义中假鬼惊人，这是有气度咧。我咧想，因为义中不是来这所在烧香，你要看，这所在是冷冷淡淡啊，尤其过3更半夜，难怪王强林讲这有鬼。可能是安尼啊。娘娘啊，你做放心，世间上哪里有一个鬼呢？你看，迄香阁烧遐尼济啊！由此可见，义中伊深夜来遮烧香，并毋是一两天的代志啊。我看伊谈着来。过怀，义中伊每暗来遮烧香，这敢袂讲无理由啊？我看义中来遮烧香是以表心意，互你身为义义。以我猜想的，才无亲像你伫咧想的遐尼简单呐。娘娘，你讲的意思是？我讲下了旨意，
不准任何人来到这个碧云宫的皇帝。义中也知影啊，伊竟然敢违背着我的旨意，冒着性命的危险，深夜来这个所在烧香，互凤礼神妃，甲也无啥物亲情关系啊。这个内面，敢袂讲无疑问呢？过怀，罗比赛，义中因兜住伫什么所在？你知影？听讲义中是住咧凤城外7、8里余家庄。伫凤城7、8里咯，因兜也有什么亲戚？这罗比无甲偌清楚。过怀，罗比赛，这个命你带几个人到义中因兜，甲我敲！来，敲！是。回总管，内面拢都无人，但是价值的物件拢搬走了。罪该万死。保证平心。夏妞妞，抱歉。爱甲梦阮啊，
民无私哦的包青天。一定能将是非变迄个梦想面前走一言，十军之路。报军因，请将此案交美神。乌衫若不带，嘛无要紧，西将太后冤枉心，要咱的包青啊！有此心，不必交织。走边，就请太后放宽心，太后放宽心嘛。但愿皇上是一个有道之君。